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台中第74线连接国道1号的工程，今仔早起咧做排水工程的时，发生检测车并车的工案事故，有2个越南籍的工人受伤。汤圆传出敢若是家长不懂管法，有一个读国小2年的囡仔，互伊的老爸处罚爱烫光光伫咧外口罚车。新北市邦桥有民众互人面车假投资广告骗去，损失130万。财政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呼吁政府要落实压制诈骗的执行力。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中第74线连接国道1号的工程，按算伫咧后礼拜一就要通车，不过今仔早起伫咧做排水工程的时，所发生检测车并车的工案事故。有2个越南籍的工人受伤，目前拢伫咧病院救治。高公局强调，即马是咧调查事故的原因，嘛袂去影响到后礼拜一通车。救护车开进引导，甲受伤的工人扛起两桥。台中市第74线快速道路当咧进行接国道1号引导的工程。70早起8点半左右传出工案意外，那就因为无啥会晓操作相关的机械，造成2个越南籍技工受伤的意外。现场有2名外籍移工受伤，身份还有待进一步查证。据了解，其中1名移工对使用器械操作不熟悉，于施工过程中欲安装泄水口时，因操作不慎，致使另一位移工遭工程车挤压至桥梁。警方表示，意外地点伫第74线北屯2引导要接国道1号就北14.4公里的所在，有检测车并车，造成一个工人互车底伫咧护栏中央，另外一个人是并车受伤。台中市消防局出动8架车21个人到场抢救，其中一个人乌卡掉伫咧车内，另外一个人倒手骨断去。高公局证实，迄时阵当咧进行排水工程，并骑车是咧检测桥的，工案意外原因搁咧调查。这个车辆看起来就是车辆重心不稳，然后翻覆的。当时工人是到底做什么事情这个还要去了解。现在那个2位工人都送医院在急救了。乌卡技工差不多40岁，送去中国附医急救，目前已经恢复性命现象。另外一个手骨断去的技工是送去台中荣总急救，目前意识清楚，佫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高公局强调，第74线快速道路接国道1号有计13班通车典礼，工案意外现场会赶紧排除，袂影响通车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市区昨半暝有150外户向失电，结果发现是一只轿车去弄到路里的变电箱造成的。台电有赶紧派人去修复，嘛已经恢复送电啊。因为这出车祸的驾驶是一个现役军人，周七达超标，去互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饭店过12点外，台东市4义路2段附近，因为向停电，民众拢走出来看，结果发现是一台汽车去弄到安全岛顶悬台电的变电箱，汽车是规个变去，而且有民众伫事故的时阵翕到驶这架车的人，雄讲为驾驶座走出来，结果车附近的民众唔通报案。不过警方随赶到现场，嘛找到这个出车祸姓罗的驾驶，伊是一个现役的军人，迄天是休困日。不过，就出达超标，警方侦讯了后，以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侦办。重大的，那会当讲迄落，大家都可能造成大家这家拢安尼几啊号都无电呢。卢男手脚擦挫3位送医，经现场九测值达0.97。台电台东区营业处表示，车祸发生的时阵，停电事故警示系统就随发出警告，拢总有150多户停电。值班的工程人员随赶去现场。伫饭店过2点外换新的变电箱了后，就恢复供电。不过附近拄好有一间通物水族馆，因为失电造成水族箱欠上锁，部分的观赏鱼全咧冰冻。但是昨天没有去死掉的。的工作人员呢，在6分钟以内就恢复了92户，那剩下的因为要整理变压器、调换变压器，在2点25分全部复电。
这个车祸造成台电甲水造业者的损失，可能超过100万。警方嘛，佫一概呼吁民众，千万都唔通食酒赛车。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桃园传出敢若是有家长严重不当管教，有一个读国小2年的囡仔去，互伊的老爸处罚，爱烫光光徛伫咧外口罚站。目前桃园市的家防中心是已经紧急来咧安置这个囡仔，嘛要对这个家长来做强制性的亲职教育。这个读小学2年的查甫囡仔规身躯无穿衫对楼顶来，社区的警卫赶紧提衫回满。有厝边讲，定定看到这个查甫囡仔被处罚，真要伫社区1楼吵声心惊，还佫伫咧厝顶罚徛饲网啊。几多遍通报113家防中心，拢查无具体事情，只好找议员斗3工。小孩好像都会被骂、被打这样子，叫他在下面写心经这样子。没必要这样子吧？小朋友不乖，正常打骂可能也是稍微。可是叫他脱光光下来，真的很扯。包含了长时间的罚跪，被叫去顶楼喂蚊子，孩子的身上偶尔会有一些不明的伤痕，长期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这个查甫囡仔无穿衫罚徛，查甫囡仔讲是老爸叫伊袂使穿衫伫咧门口罚徛，互伊感觉真见笑。因若做老爸是甲警察讲，是这查甫囡仔家己袂穿衫，议员介入处理。交防中心看过录影段了，甲囡仔紧急安置。那后续的部分，我们会评估这个男童这个身心受创的状况，来连结相关的一个辅导资源。那就男童这个不当对待这个部分，我们会将采取强制性亲子教育。交防中心讲，社工几多遍去学校也个出来访视，查甫囡仔身躯顶并无伤痕。有甲这个查甫囡仔老爸讲相关法律的规定，但是这边查甫囡仔互老爸罚无穿衫，该赶出门叫伊罚徛，而且伊面顶头也有乌青。已经甲这个查甫囡仔紧急安置，并且就囡仔老爸不当对待行为，采取爱接受强制性亲职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9点半左右，伫咧花莲近海5分钟内有连续发生3件地动，花莲各地头拢有感觉到咧摇，好佳在是拢无传出灾情。对画面当中会当正明显看到咧地动。花莲今仔早起佫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动，上大的震度是伫咧花莲有到4级。气象署表示，这3件地动共款拢是4月初3大地动的地动尾。到今仔早起10点为止，花莲4月初3的大地动是已经发生1397件的地动尾啊。虽然即马地动尾有较减少，规模有较减少，不过大家也是要注意防灾。过来看到新北市邦桥有民众和人民车假投资广告骗去，损失130万。诈骗的事件是直直咧发生，行政院将通过压制诈骗的专法草案。在新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表示肯定，不过嘛强调这重点是伫政府落实压制诈骗的作为，莫许有伫咧人民车顶顶的网络平台看广告，一定得爱徛名，若有诈骗的行为，才有法度来追究。警车驶正紧，被这个受害妇女赶到桥上呼吁。有一个金头毛的查甫人出现，讲要面交提钱，警方随即包围逮捕。那小姐，你看要不要先回去我们派出所一趟？这位姓连的嫌犯即间19岁，涉嫌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因若迄天伫咧过头尾监控的2名共犯伫吹尾也被抓。警方调查发现，被害人是伫 FB 看到投资的广告。就是讲有10人在底操作股票，一个月迄年会当超过30%，就先后投资130万，看到有趁钱，就想要把钱领出来，不过对方一直改动。诈骗集团跟他表示说，你如果要收取利息的话，要先支付代抄手续费，跟他讲说，你这个手续费及代抄费用都没有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早起的案件一直发生。行政院伫咧催告决定打击诈骗专法，加大打击的力量。不过，在信团媒体董事长谢金河正不满，伊讲伫 FB 顶头也是出现一大堆假冒伊身份的诈骗广告。伊作为网络诈骗上大的受害者之一，讲诈骗的情形实在是太严重了，这拢是政府无作为所造成的。这个是政府带动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现象。我一直呼吁就是说，今天一定要强制。不管赖或是 FB 或者 YouTube，你在接受这种广告的时候，你知道广告委托的人是谁？他同时提供账户，如果有诈骗行为，
那你一定要负连带赔偿责任。除了有名的人身份被冒险，在社群媒体顶头，怎么最近有真侪篇大文，讲到家己被诈骗的经过，讲诈骗的乱象真多。也毋过，这款大文内容拢差不多，是真的也是假的，怎么大家伫咧讨论？而怎么打击司法将会规划管制平台业者？谢金河是持肯定的态度，也毋过伊强调，重点是伫咧政府的执行力，也建议像 FB 伫咧看广告的时阵，爱采取实名登记，做好防治加打击诈骗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龙年，国立台湾文学馆嘛推出正古锥的吉祥物阿龙，不过所逼出敢有去抄中国网友的创作，结果经过调查是台文馆的创作较早发表，颠倒是这个中国的网友涉嫌甲咱抄袭。拍伫个涂骹卡架片有一本册，头壳顶还阁生2支角。真古锥的阿良是台湾文学馆今年旧历年推出的吉祥物，也毋过最近却闹出抄袭的风波。有中国网友强调阿良是伊家己的创作，也毋过实际比对了后，除了白白色水无共款，其他的细节差不多拢相共。我们的时间点呢，发布是在他的这个微博里面发布的那只龙。时间之前，我们的小编跟他的家人，其实在他的 IG 上就已经把这个龙的形状是放在上面，而且他们自己也有画了好几幅。经过台湾文学馆追查甲比对，发现中国阿良伫社团顶的图是2022年第一届发表。也那台湾阿良是台湾文学馆梅仲亚的编辑，甲伊的亲人家己创作。早伫2019年伫社群就发表过。台湾文学馆绝对无侵害著作权，颠倒是中国网友有抄袭的嫌疑。非常相似，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应该没办法说分得很仔细。还是要尊重一下原创吧，毕竟是人家的创意。闹出抄袭风波了后，台文馆强调，加在有民众来问，会当甲真相讲互清楚，若无网络流传落去，也会造成困扰。另外，针对著作权，台文馆表示有摕到授权，也若敢要提过，伊是尊重著作权人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电影音平台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伊的治安甲庭限的内容是定定引起争议。前一阵仔美国嘛要求 TikTok 得爱甲因中国的母公司撤离。今仔日台湾基进顶顶有召开记者会，呼吁咱的政府嘛应该检讨法规，重视 TikTok 可能会引起的治安问题。网络通拍破地区的限制，互全世界资讯流通。不过，这款自由却也可能互有心人士利用，致使有资讯安全的谣言。尤其中国 TikTok 平台伫全世界影响力愈来愈大，对侪国家的国安造成威胁。印度已经全面禁用，美国前一阵仔也通过法案，要求美国 TikTok 爱脱离中国母公司，若无就要禁止 TikTok 伫美国的使用。台湾基进党拜五也呼吁爱重新来讨论所谓中介法，严格规范国外数位平台。第一，对跨境的数位中介服务业者落地纳管，而非放任他们在法外空间或是私人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司法契约。第二，对于抖音等彻底由敌对国家中国所掌握的数位平台，禁止使用。台湾立党表示，即马 TikTok 平台使用者真侪是青少年，对这个族群来讲，长期使用落来，可能会互因疏忽资讯安全的重要性。经济民主联合也认为，真侪民众感觉家己无重要的资料通互人漏摄，对资讯安全较无要无紧。不过，因要提醒，各种资料的漏摄，拢有可能互人利用。一旦能够掌握你的这些演算法、你的喜好，他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到底喜欢看什么，或者知道某一群人喜欢看什么东西。你是一个喜欢看猫猫狗狗的人，他们都可以找一个猫猫狗狗的网红来释放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宣传的讯息。针对拜市行政院打击拐骗相关的法律草案，规范大型国外网络平台业者伫台湾要有法律代表，若无处理平台顶拐骗的信息，上严重会甲平台封锁起来等等。经济民主联合表示肯定，不过因也呼吁，望政府也通进一步讨论中资所谓平台禁用，以3年做目标。毋但是规范公部门，也应该爱豆豆推动全面禁止，也爱公开禁用的所谓平台清单。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
来看台北市府针对台地公的团事费率的这个争议，4月初8时阵有发函予台地公要来终止租约。伫咧5月初2嘛邀请台地公要做伙协商，不过台地公是无派人去参加，嘛拒绝解约，坚持这费率得按照原来的收2100块。市府若是唔付钱，因就要依照民法，按照周年利率5%的方式来算利息。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因未接受台地公这款的讲法。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到议会就大高蛋北市区金华城台地公案件做专栏报告甲备询，其中台地公案件愈闹愈大。台北市政府4月初8发函予台地公终止租约，主张300家团事费率只敢原付支付1761块。5月初2邀集台地公来协商，不过台地公并无派人来。捍卫市民的权益的立场非常坚定，绝不动摇，而且我也绝不接受台之光的说法。依照合约相关规定，而且我们4月8号已经终止合约。台地公对台北市政府拒绝解租约的态度正强。蒋万安回击讲，绝对无接受台地公的讲法，针对着台北市政府主张300家团事费率只能愿意支付1761块，台地公是提出民法。强调3月初8市政府已经核定300家团事费率是2100块，应该按照这个费率付，依照契约定期付这个费用。若是无付或者是无付全额，就会依照民法的规定，按照周年利率5%的方式来算眼前的利息。我说这个叫贪得无厌，我就问市长一句话哈，你会不会坚持1761的费率，从5月份开始就开始支付？会不会？我会坚持，会坚持。所以你不会因为这个回文就回到2100的费率，对不对？不会。台北市如果要解约，将近有17403个市警局，交工处有401支，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我们的交通安全网，全部都在监视器里面。我们接触了3家其中当然也有包括大家一定知道的中华电信，这些我们都有接洽，也在谈。针对未来闭环的机制，蒋万安强调，拢有继续伫咧接洽。台北市政府法务局长连同凯表示，相关争议这么正日契约救济停诉。台地公就契约的义务，依然需要依照限量管理人注意义务提供服务，维持警察局的监视器传讯品质。市政府将会依法办理，并且坚持立场。记者综合报道。要推动花东交通建设的3大特别条例草案，今仔日伫咧立法院表决。外界质疑编特别预算，恐惊会甲这部留予子孙。民众党团表示，应该是要改做年度预算，嘛证实因民众党团会甲国民党团共同来提出修正动议，并表决通过。因民进党团这边是批评南北合作咧骗大家，用特别条例要求政府来编预算是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为了要支持花东交通建设，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卜坤基提出关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国道6号东建花莲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因为催告调野协商无共识，初10的议会直接是表决。民进党团是批评南北合作要骗大家。他们在合作，在骗大家嘛？你用特别条例要求政府编列预算。这违反权力复利原则嘛，违宪就违宪。裁员的部分，我们也会找到适合的裁员，有可能等一下我们也会有相关的修正动议。民进党团的态度就是完全只想要咬定违宪。外界质疑以特别预算来处理，可能是把债拢留予子孙。国民党团总召卜坤基讲，主要是要杀政府唔免出钱，希望会当推杀国内加国际 BOT， 只要有决心就当随招标。民众党团的总召黄国昌认为，应该改做年度预算的方式，并且证实南北已经有共识，共同提修正动议，要并表决过关。相关的预算必须要回到预算法的精神，按照整个进度分年度编入年度预算当中。伊拉议会也将会处理南北党团邀请准总统赖清德伫咧就职了后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提案。卜坤基表示，未来赖总统到立法院要用什么形式做国情报告，拢会尊重。黄国昌是希望赖清德会当依法做报告。关键明是回应讲，只要合乎宪法，赖清德一定会来，也希望会当实现第一遍总统的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嘅海警船甲公务船从中岛又搁驶入来金门嘅限制水域，咱嘅海巡有派出6只船随去监控甲搜证，嘛用广报甲赶走。海巡署表示，这已经是中国海警船这个月来第4届走入来咱金门嘅水域，已经严重破坏到两岸和平稳定。伫咧海面顶看到真侪大船，敢若伫咧排队，内面除了有中国的海警船，也有几多台属于中国海事甲渔业等部门的公务船。咱海巡署侦测到中国海警甲公务船，随到中昼12点开始规定做伙，并且伫下昼3点外进入金门两路西南边差不多4海里的咱国限制水域，随调派海巡艇应对。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183艇广播。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影响破坏区域和平、交通秩序，请你立即转向驶离。海巡署讲，有5台中国海警船加7台中国公务船，做做2艘船团，分别驶入咱方金门限制水域。海巡署调派6台海巡艇分组应对，全程监控搜证，而且放送驱离。加入的海警艇已经被我方海警艇赶上，目前2艘在海上追逐，并驾齐驱。金马皮分署表示，这是中国海警船5月份第4遍编队驶入金门水域，也是第1遍甲其他中国公务船同时驶入来，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甲航行的安全。金马片分署强调，海巡署甲国防部运用联合情感侦手段，严密掌控金门周边海域的情势，并且采取应对方案，确保金门海域的航行安全，也有渔民的作业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最后一站是去到匈牙利，匈牙利的总理阁有亲身去机场来迎接。讲到这中国甲匈牙利的贸易关系是真密，即届阁要签16项合作协议。习近平嘛希望会当透过这段访问来加强对欧洲的影响。习近平下晡车爬坐飞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奥班亲身到场迎接。今年拄是双方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一个到位迄天，就伫当地报纸刊文表示，希望深化甲匈牙利的互利合作，将两国的关系杀向新高度。匈牙利是欧盟国家中上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习近平这届来访，分别甲匈牙利总统、总理举行会谈，并签署16项扩大投资的协议，双方可能讨论乌俄战争议题。匈牙利也表示希望中国出面促成乌俄会谈。不过，伫习近平到位进前，布达佩斯的街路出现反对中国镇压西藏的抗议声音。中国也有人权争议。最近，美国甲欧洲主流国家为了减少对中国经济的挖苦，拢鼓励去风险，致使双方关系紧张。这也是习近平这届来访希望强化伫欧洲影响力的原因。伊伫前一站塞尔维亚，共款提出真侪项利多的措施，包括宣布双方自由贸易协定会伫7月7日有效。一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3是中方愿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这件代志表示欢迎，因为未来塞国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关税降到0是竞争一大优势。伊也伫台海问题表明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Svako pitanje koje bi neko postavio Narodnoj Republici Kini jeste njihovo unutrašnje pitanje. Tajvan, Xinjiang, Hong Kong, to je pitanje za Narodnu Republiku Kinu. Kako Kina želi da rešava te stvari, tako će i da bude. I uvijek će imati podršku Republike Srbije za tako nešto, jer to je ono na čemu počiva povelja Ujedinjenih nacija. 习近平欧洲行程最后一站一定伫匈牙利停留2暗。有学者是讲，匈牙利伫今年下半年要担任欧盟轮代主席国，积极坚固两国的关系，对中欧关系发展有正面的帮助。公司新闻詹维敏编译。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咧初九有举行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针对着进前因太太受别人送的价值7万台票的卡网引起争议，伊也搁再来回释咧，嘛讲到检方正咧调查这个案件。
南韩总统尹锡悦最高伫咧就职2周年记者会，公开对伊看守警政司就名牌包的事件道歉，并且讲因为检方抑阁伫咧调查，为了要避免伊的言论可能被误解是要影响调查，所以无过加讲。 제 아내의 그 현명하지 못한 처신으로 국민들께 걱정 끼쳐드린 부분에 대해서 사과를 드리고 있습니다. 去年网络顶出现一段用运装摄影机翕的影片，韩的美籍牧师崔在勇2020年甲警政司见面，并且送伊名牌包的过程，警政司被指控涉嫌不法，正是过去几个月以来尹锡悦政府头疼的问题。尹锡悦今年2月接受 KBS 电视台专访时阵讲，是因为伊的看守无法度领考的古籍牧师。 韩国国会去年底为了要调查警政司甲因出来人的不法行为，通过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法案，要搁予尹锡悦刑事反国权。对反对党要求特别检察官调查警政司涉嫌炒股票，伊认为无发现嫌疑的情形下，想要制定特检法，政治意图真明显。 어떤 면에서는 그냥 정치 이런 공세, 정치 행위 아니냐, 진상을 가리기 위한 것은 아니지 않느냐. 그런 생각은 여전히 가지고 있습니다. 尹锡悦也回答记者有关经济、社会甲外交政策的问题。伫咧被问到美国后一任总统有可能是川普，伊讲无适合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不过相信韩美同盟的坚定关系未改变。另外，因为俄战争，韩国的关系正改优。不过南韩的目标是伫咧经济或者是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甲莫斯科合作。那日本方面，两个国家伫咧共同历史的问题上意见无同。不过为着两个国家后代子孙上，有必要爱合作。伫国内方面，会成立部门解决出生率愈来愈低的问题。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咱台湾会坐船出海去欣赏海洋，毋过伫咧日本是有咧掠海洋来食的。即阵日本政府阁拍算要扩大温泉商业掠大型的长寿海洋。官方长官表示，这是要传承因的食食文化。另外，日本最近阁有逼出石棚内底有鸟鼠仔尸体的案件，业者有赶紧来回收10万件商品。 日本水产厅初稿提出计划，除了温泉伫伊的沿海地区，商业掠3种较细型的海洋物种，也就是小球海洋、布氏海洋、甲北球海洋。即摆佫新增加大型剃刀海洋会当掠。我が国において伝統的な食文化などを継承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这项提案是日本伫2019年7月提出国际掠海洋委员会伫伊的专属经济海域内会当掠海洋5年后所提出的，对公众意见的收集。 到6月初5。This rain, so it's really more strength to it and hunt bigger whales is necessary.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 are they hurting? They aren't hurting anybody or whatever. We have whale at the beach themselves in Australia. 一个外国名掠海洋管理机构官员讲，掠海洋的问题真敏感。当局这个计划并不是为了增加海洋肉的供应。 掠大型剃刀海洋的船无一定爱甲量掠满赢。日本长期以来掠海洋的活动，互众人议论，引起动保团体激烈反对。海洋对咱地球的环境甲防止暖化真重要。根据科学研究，伫地球提供上济산소是海洋，有海洋的所在，都持续帮助累积咱人喘气所需要的浮游食物。浮游食物提供至少超过50%的산소。 另外一方面，日本是按搁突查，福岛航飞 PASCO 超小山型石棚伫东京稻毛的生产线，去互鸟鼠污染。有消费者投诉，买转厝的石棚有小动物的尸体。业者证实，是亚洲居家环境真接看的鸟鼠之一——乌鸟鼠，已经回收2款石棚104000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全球上大的吸碳封存工厂伫咧冰岛启用，会当收集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封存伫咧涂骹，有够当年会当收集3万吨外的二氧化碳，等于是减少7800台的汽车。只是讲这除碳的成本嘛真悬，收集一吨的二氧化碳大约得爱台票32000块。工厂电风一直拍甲空气处理器内底，结果甲内底的二氧化碳抽出放伫咧收集的容器。 这是伫咧冰岛名叫做蒙马的直接空气捕猎工厂，自这礼拜3开始启用，会当经化学物质除碳技术，抽出空气内面的二氧化碳，进行长期安全的封存。And when this CO2 charged fluid, the sparkling water, touches the rock, it releases these metals, and then they combine with the CO2
and form these carbonate minerals that you can see here as these white dots. 这种技术是把空气内面的二氧化碳抽出来，进行长期安全的封存，再佫把这寡碳放伫咧正深的地下，可以自然转化成做石头。猛犸自2002年6月开始起，是即马全世界上大的直接空气捕猎工厂，讲是全世界上大的输电器，估计一年会当掠3.6万吨的二氧化碳，等于是一年7800台燃油车的量。用无纸化设计，上最当装72个收集器，即马已经装12个，所来几个月就会增潮。 We have built 2 plants in Iceland. The next plant, scaled plant, will be in the United States, very concretely on the Gulf Coast in the state of Louisiana. They're support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will build a plant up to 1 million tons of CO2 removal per year. 这间公司所来拍算伫咧加拿大、挪威、英国，甚至南半球去这种工厂，验过捕猎二氧化碳的成本无俗，一吨要加$1000，换算代表3万2。估计就要到2055年，才能降到一吨$100，会当实际运作的程度。就伫全世界所有国家拢想要做能源转型，慢慢淘汰化石燃料的时阵，澳洲伫咧初9才宣布，会甲世界各个相关的产业合作，提高石油的开采量，继续烧天然气到2050年，甚至是更加久。澳洲政府讲，这是为着要满足国内能源供应的需求，来实现2030年向电网供应82%的再生能源，并且伫2055年实现净零排碳目标。环保团队批评这项天然气政策是一场气候灾难。澳洲的国会议员也批评政府安尼先做事，航班饭桶无道德。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镜头转来看，国内真正有爆出食安争议，这个苏丹红辣椒粉的食安问题。涉嫌进口甲卖出苏丹红辣椒粉的6间公司，已经获高雄的检方依照违反食安法，甲因提起公诉。检方嘛建请法官要针对这个公司罚12亿，而且要判重刑。昨暗示你的负责人嘛以200万来交保。被200万交保有什么要说的吗2000万为什么会藏在屋顶上？穿感觉色的衫，对媒体问题拢歹回答的，就是涉嫌利用伊的公司进口有问题辣椒粉的姓李的负责人。最高案法官裁定200万交保，伊的遗案是50万交保。警方伫集团姓李的负责人情报出来天幕内面查到2000多万的现金。高雄地检署自3月初开始继续追查苏丹红事件，其中姓李的实际负责人加姓吴冠名的负责人，拢互法院羁押禁见。所来搜查复查，也查到涉嫌被告等人1亿3000多万的财产。期间，检察官并依法申请查扣被告等人名下各类财产，金额达1亿多元，并已主动通知行政执行分署同步查扣被告等人财产，以确保后续刑罚及行政罚款之执行。经过2个月的调查，检方初9分别以违反食安法加诈欺等罪嫌起诉姓李的被告，还有5位集团的食安人员，建请法官对相关公司处12亿的罚款。姓李的负责人对中国负责生产等业务的大兄是发布通缉。伫法官审问了，姓李的被告承认部分犯罪事实，因为伊出境的次数正接，而且伊的遗不删除电脑的资料，所以2人被认定有案有盗墓甲交产证人之余，但是无羁押的必要，裁定2个人交保，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苏丹红事件也有案外案，检方发现因公是台湾制造卖出去的芳麻辣粉，也是对中国进口。依食安法第28条的部分标示不实，然后它是可以处释到400万的罚款。丁站等公司因为产品验出苏丹红，3月到即马，和高雄市政府裁罚总共8172万。一那芳麻辣粉，因为公司的登记地伫咧台北，卫生局讲将会移请台北卫生局做裁处。记者综合报道。草莓的鸡卵糕甲草莓的麻糍等等，这食品真侪人拢爱食。不过，消基会今仔日有开记者会，指出伫一间业者做的草莓鸡卵糕内底有验出无合格农药，所以呼吁食药署应该要将草莓的食品嘛列入去检验。也若食药署是表示，即款食品敢若有残留无合格农药的资讯，因会提供予地方的卫生局去查办。
选国天的草鱼未少民众介意，不过消基会今日调查，过来查7件包含草鱼的技能膏，也佫有包草鱼的麻糍这个食品，用检验青草鱼的标准，用伫个草鱼即食品内底，发现有掺草鱼的技能膏，验出袂使有的农药。第5号这个特别高，主要是检出2氯松跟3氯松，按照目前的法规不得检出，就是只要有测到，那就是不合格，因为它没有标准。消基会指出，17件草莓即食品内底有9成检出农药残留，不过拢符合目前法规农药残留容允量标准范围。消基会指出，因为一般草莓洗了后，较会烂去生菇，才会特定购买市面上草莓技能膏，也佫有麻糍包草鱼等即食品做农药调查测试。消基会表示，目前咱国内好亲像无针对青蔬果做的即食品做农药检验残留，烦恼食安的管控会有问题。呼吁食药署爱甲青蔬果所做的即食品嘛纳入检验标准。国际上也没有人这样额外再订炒过的菜，或者什么叫即食做过的便当，还要再去订个农药标准。国际上没有人家都是订生鲜的蔬果，严格度比较高。食药署表示，针对消基会调查个案，会请所管辖的地方卫生局进行查办。虽然目前咱国内对青蔬果所做的即食品无另外各定检验的标准，不过会为青蔬果原料都严格来检验管辖，确保食安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食卖场有咧卖一款产品，叫做牛肉麻咸黑旺。不过，有民众发现到顶头标注的牛肉产地数写甲6个国家遮尔济。台中市的食安处就表示，若是标示无老实，也是无明确，依照食安法，相当是会当罚到400万的。因嘛会过来调查看，敢有照实来标示。民众来到美食卖场买物件，经一款牛肉麻咸鸭血，不过详细看标示，这牛肉来源竟然是写甲乐长，算算的包括美国甲澳洲，拢总有6个国家。那这款标示，袂少民众讲因是看甲雾煞煞。澳洲、美国、纽西兰、巴拉圭、尼加拉瓜、台湾，哇，怎么那么多啊？来源太多了，你应该单一告知说，哦，像这个牛肉是来自于美国。是这款产品内底的料，除了牛肉片、牛肉丸仔，佮有无汤的配料等等。来源标示有几哪个国家的哪一项产品，亲像这款小胖狗顶冠标示的肉片来源，嘛有几哪个国家。民众讲看起来袂输联合国，嘛烦恼讲无法度互消费者正确的资讯。台中市食安处车到去现场稽查，要看这产品内底的料和标示敢有对同。该产品含有牛肉、牛肚、牛肉丸及牛肉汤底等内容物。使用多种的牛肉可食部位原料制成，涉及多个国别。初步了解，该产品为各分公司制作贩售，汤底及标签则由高雄的总公司提供。其实写那么多都不重要，重要是那个厂商到底诚不诚实啊？你写那么多，你要造假也是一样造假，有用吗？卖场无进一步回应，食安处表示，初步了解产品内底的料是无共分公司制作的，会查清楚这标示的内容和实在来源敢有共款。若准产地来源标示无老实，就会照食安法的规定，罚4万到400万。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来看，全高总有接到云林虎尾高中一个老师投诉，讲伊长期受到咧寻求连任的校长陈慧珍的霸凌，伊有向国教署来申诉，所方认定无成立。全高总认为，这个校长要拼连任，正正佮逼出高正的争议，所以呼吁遴选会甲国教署得爱斟酌来把关。尽量来保持冷静，讲出互校长陈慧珍的一场霸凌，伫虎尾高中甲20多年当的这位老师，希望有人来帮忙主持公道。不但要求帮他印儿子的喜帖、请帖、捐款给学校等，更经常以羞辱性话语及动作进行职务交派或指导，甚至伙同其他处室主任对我进行排挤行为。顶前老师是控诉校长是强逼伊爱出钱来请校友来食饭，甲伊当作服务生。伫咧同事头前，甲已经通过校长审议无清济卡片来踢破。全高总是认为校长的情绪控管有问题，公私不分。也毋过老师向国教署来申诉，煞认定无成立。
校长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当然对这个老师来讲就无穷尽的4年那种身心的一个煎熬，而且他的一个行为已经影响到其他的一个老师跟家长。校长陈慧珍嘛公开回应对国教署4月10日来函霸凌案无成立表达感谢，强调校友的参会是老师带同学甲教过的学生，家己出一肚的钱，若是卡片有问题，只是请伊来修订。他自己认了一桌，然后他也邀请了他以前的同学。这个误会是因为那个卡片上面有一些字错误，我有请办公室的助理去给他修正。陈校长否认所有的指控，也毋过全校总是认为陈慧珍正经驳出关税争议，连令案才互遴选会来延后。嘛，因为婚龄教育工会嘛接到其他家长投诉校长无适任，呼吁遴选会后一摆开会来检视定情老师的证据，来审查校长敢有无适任，严格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去年7月，伫咧宜兰大溪兴隆路有发生火灾，造成2个人死亡。因为这个所在是无尾巷，路真细条，水灵车驶袂入去，而且巷仔内佫无水源，真歹拍火。今仔日地方是有进行会勘，自来水公司嘛同意伫咧今年先伫当地设立一座消防栓。经过消防车实地测试，过铁记录了后，要挖入去巷仔底实在是伤下，无法度挖过。宜兰大溪兴隆路一巷是无尾巷，地方反映讲巷仔口伤下，加上巷仔底无消防栓，若发生火灾，巷仔底无水源，消防车佫真恶入去救灾，是真困扰。水线进来呢，也阻挡救护车进来。所以如果能够设消防栓呢，补给水从消防栓补给呢，道路畅通呢，救护车也会相对的方便清楚。兴隆路一巷内底，差不多有大60户。去年7月份发生火灾，历史2个人罹难。迄当阵都捌发生过消防车要入去救灾真困难的情形，所以在地积极争取分跨车路，也个希望伫巷仔底增设消防栓，车早早起办理会勘。在会勘加会对的时讨论，如果石沉大海，这个所在8个月大概拢。我知，因为今日咱是要来这讨论是要怎设置这个消防栓布。火灾发生到大已经要10个月，不过问题前到大拢还未解决，原因是因为当地根据自来水公司的规划，也有编列的预算，要等到明年才会设置消防栓。原本是要明年的14年才要做。那迄当阮的政策是要做地上式消防栓。对。阮家的建议是看会使做地上式消防，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的维护成本。经过地方的争取，自来水公司同意伫明年进前，会伫兴隆路1巷安2个消防栓，今年会先安1个。因为巷仔口伤下的问题，代替同意协助分跨，方便车辆入去救灾甲救护，安算9月份会完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瑞隆路段最近有画设青色的人行道，因为民众也未惯势，所以也是有人会伫咧这飘线型的人行道骑车，也是违规停车。交通局今仔日有去现场会勘，目前伫人行道是有设这黄色的铁仔来咧阻挡车辆违规。这1个月来，因嘛加强看到。高雄瑞隆路标线型人行道已经完工，现场也是看到民众骑乌多摆违规骑伫人行道顶悬。交通局为这条1米2宽的标线型人行道，争议上大的就是停车的问题。几路人认为较安全，但倒是店家支持的反对拢有。反对店家烦恼讲，袂当停车会影响到生意。不过嘛是有店家认为车会减少，人客嘛真愿意配合。人行道。无偌侪空间，反机车当停来买物件，拢无得到，完全没有。人客配合度拢袂歹啊，看起来道路也较整齐，嘛袂有车祸的问题安尼。更希望能够这个推广能够在高雄市有更多这种地方，让我们行人能够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有个安全舒适的环境。70透早，交通局会同里长议员到现场说明，瑞隆路新的标线型人行道增加交通管制，加强区隔，伫转弯的所在，甲人行道扩大，避免驾驶有转弯的死角，减少车祸发生。就恐惊也是有民众无了解，乌白停车，交通局会请里长店家加宣传。我们在
不更改原来停车行为的方式哦，就是说原来有白线的地方，我们也保留它的白线哈。所以可以停车的空间是一样的。高雄市已经有91搭这种新型的人行道，水量路800公尺是目前上长的。交通局表示讲，若是效果袂歹，按算年底进程会延长到1200公尺。目前有1个月宽导期，暂时未开单。记者钟义辉、柯昭荣高雄报道。根据环境部国科会表示，全球的暖化若是未来无法度控制这温度升悬，台湾的热天可能会延长到7个月才尔长，而且海平面升悬，咱的云林县引起的面积是会上侪。所以云林县府的水利处就表示，除了暖化以外，地层下陷嘛是真大的问题。目前4号保仔寮渔港有配合中央来提出因应的计划。云林县上大的保仔寮渔港，去年8月发生严重海水倒激，规渔港差不多拢淹起，附近的砖头甚至嘛有危险。根据环境部国科会报告指出，全球暖化严重，未来若无法度控制温度继续测，海水作为野泉会造成海岸淹掉，其中各以云林上严重。以大数据来看，几十年可能就只有1-2公分而已。相对来讲，这样相对地层下陷这样的因素，可能是较小的一个影响程度。不过，因应整个地层下陷或是海洋暖化、海平面上升，这个是云林县必须要去克服。县府水利处表示，除了暖化影响海岸淹掉面积，云林县面对上大的危机是地层塌落。今年伫内陆地区平均有5到6公分塌落，沿海地区平均2到3公分。今麦针对4号保仔寮渔港也提出应应。较低的地方，我们就会盖一个类似一个墙，然后去垫高，让它的一个潮位来的时候不会溢到我们的内陆里面，就是挡在我的防潮墙之外。水利处表示，若海水作为野泉，淹水的面积自然会扩大。经过清点，云林4号保仔寮渔港较危急。去年9月，经过中央地方共同会勘了后，要开3500万架码头贴管，防止海水倒激。过工程有加去半年会当完工。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今仔日开始，各地拢真好天烧热，不过气象署表示，这好天气敢若剩明仔载尔尔。因为礼拜也就是母亲节，因为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全台湾的气温拢会略略降低，天气嘛较无稳定，较熬落雨。暗时也开始，全台湾雨水就会变高，一直到后礼拜2过才会较好天。拜五出日头前烧热，各过2天，礼拜就是母亲节，应该侪民众拢有规划行程。也毋过气象署提醒讲，好天气剩拜5、拜6，因为礼拜母亲节因为受锋面东北季风影响，日时天气较无稳定，到暗时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会有点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到后礼拜2过，落雨的范围才会变小。在周日、周一这2天要留意，各地会有一些阵雨跟雷雨的现象，越晚可能出现越明显。早上的时候可能是一波一波随机的分布哦。那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那通过时间再度提醒大家，是在12号的晚间到13号的白天。那所以是降雨可能是由北往南，感受上面大家比较明显集中的时间点是这个时候哦。那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分布情形。气象署指出，虽然礼拜全台湾气温会略下降，不过温差无真大，大概降4、5度尔。像北部高温大约26度，低温嘛也有20度。也若针对今年第1粒风台敢会结成，气象署表示，目前规个热带系统结构也真无完整，爱搁继续观察。目前以这边的云系组成来说，虽然云系都是有分布的，可是其实是相当的，就是散布非常的广，而且组织性也是比较差一点。那家属要讨论到这个热带系统呢，还是等到有真正的这个系统成型的时候去讨论，会比较具有这个肯定性哦。那现在讲的话是有点言之过早。另外，气象署嘛特别指出，金门、马祖地区拜六暗时到礼拜早起较会大雾，视线无好，有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也是飞行机起降，提醒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目前咱国内肠仔病毒的疫情长咧流行期，就医的病例逐礼拜嘛拢增加，疾管署有个会继续拖。即阵着立委要求中央得爱公费补助肠仔病毒的疫苗，互囡仔来做。台中市贸议员要求地方的政府得爱公费补助，不过这肠仔病毒的疫苗一档嘛无俗，需要考虑到中央甲地方的财政分配状况。保障幼童健康。
减轻家长负担。根据疾管署公布的数字，顶礼拜因为肠仔病毒去门急诊，予医生看的，计共有16240人次，平均一礼拜增加13.4%。过来肠仔病毒疫情当流行期，疾管署估计疫情会继续行。即摆囡仔若要注肠仔病毒疫苗，家长需要自费。有立委呼吁中央应该补助，互过来0到5岁囡仔会当公费注射。根据内政部的资料，过来0到5岁儿童超过94万人。而且每一剂的价格也并不低哦，每一剂大概是4000元到4300，而且完整的话要接种就是2到3剂，也就是说必须花费8000左右。目前台中市是全国因为肠仔病毒停课上济的县市，南投县已经公费补助中价收入户肠仔病毒疫苗，所以台中市也有机关要求台中市府爱公费补助。我想我们的财政比南投好很多了，哈，副市长。那南投目前采购，我们看到资料是1280剂啦，哈，就是说虽然它的财政当然直辖市，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都稍微的少。因为我自己小朋友的学校也是，就是最近都有肠病毒的那个同学，算是要普遍啦，要广泛的去帮幼童去做施打。如果是会超出政府预算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家长自费也可以，对啊，因为其实小孩的健康就是自己要负责。立委要求肠仔病毒疫苗中央公费补助，地方也有机关要求由地方市府补助。但是肠仔病毒疫苗一筒计小4000块，至少爱注2筒，无俗。考量中央地方财务状况，肠仔病毒疫苗全面公费注射敢有必要？民众、政府、民代拢有无共想法。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上新的消息报给大家，伫咧头拄只下晡3点45分，有发生规模5.9的地震，震央是伫咧花莲深度10公里。伫咧咱台北的摄影棚内底，顶嘛拢咧海，拢有感觉到。上新的地震的消息，请大家继续来关注咱的新闻。因也讲到，这几天咱台湾开始咧推动特色步道，其中有一条230公里长、深入客家庄的种子西路，对桃园到台中是串联着英国开采樟脑的路线。有外国游客讲，这是一条上挖近咱客家生活的路线。蒙布对山内面渐渐升起，行伫树林围起来小路啊，平台三线搁较亲入客家庄的总的西路，北边是对桃园龙潭开始，一直到台中东市，全长230公里。这条路有结合早期为着开采樟脑古道原住民界线，也有各种小路啊含公路。地方中心甲较早的路找倒转来，希望透过地方特色带动产业发展。走在这条路上呢，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人文历史。那当然，最后的这个目标呢，发展在地的产业，在地的一个创生。英国先民运送樟脑、低米开垦山林，总的西路见证着原住民客家人和大自然的冲突。这条路英语叫做 Recognize Seru Trail， 结合着台雅西式的樟马，也有客语的西路，吸引国际游客来这拜访。有一名德国游客翕到做餐人透早摕着竹丝啊，甲吊餐顶头的海棠扫掉，互沿路生活感深深吸引着。反而张之细路最被外国人喜欢的是，他觉得这是最能够深入客庄的常民生活。所以其实，张之细路其实代表的就是客庄生活的展现。过来头一个由民间为营运主体总的西路，协助的民间团体表示，安尼生才会当永续经营。目前社区家己组织形成9个工作站，车站特别选择伫咧本地是老油工厂的大埔馆、南门馆启动成立协会。有代表表示，爱台湾这块土地就要对乡卡开始，呼吁大家做伙来行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的上诉法院，初被批准港府请求，甲翻送中的抗议歌曲原英港归香港列入去禁歌的名单内底。这是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来接管了后，第一条予人禁止的歌曲。自从19年
香港反送中运动内面，真侪人传唱的歌曲，原因讲归香港对示威者有特殊的意义。各大网络已经有真侪改编的版本，搁伫咧真侪国际运动比赛和主办单位当作是香港的国歌咧放送，互香港政府是真无民主。去年就向香港的高等法院提出禁制令的请求，但是公议认为讲禁制令会造成大家以后拢唔敢讲话，而且无实际作用，驳回请求。无想到上诉法院特别是推翻高等法院的裁决，认为这首歌已经变作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有必要颁布民事禁制令，变作香港1997移交主权了第一条红禁的歌。这不是外交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制止任何人以煽动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意图使用和传播有关歌曲，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限制责任的正当必要举措。高国港府禁制令的请求，未来民众袂当以广播表演、发布、出售、传播和复制这方式来散播原因讲归香港的相关歌曲，只有学术和新闻活动有例外条款。美国国务院讲，这项禁制令会互香港的城市声誉规个赔了了。The decision to ban this song is the latest blow to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a city that previously prided itself on having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protecting the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deas, and goods. 另外，嘛有评论指出讲，原因讲归香港的禁制令进一步破坏香港的言论自由，嘛会互外资唔敢入来，互香港这个商业中心的吸引力更加减弱。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地震的消息，报你知，伫咧台拄只下晡3点45分有发生规模5.8地震，震央就伫咧花莲，深度敢若10公里尔尔。根据气象署的资料，花莲宜兰的震度有到4级，因为南投、台中甲台北是有3级。针对上新的地震的消息，请大家继续关注咱的新闻。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7度至32度，中部地区27度至32度，南部地区28度至33度，东部地区25度至29度。一个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伊这个开刀房无护士哦，伊就关开刀房。